这大自然的水的风景吼，来感谢上帝创造咱有关有通听有通看，吼。啊，若是将这个大自然界一切拢甲看做是应该的时阵吼，就无可能去产生迄款感恩懊恼的心情吼。就亲像即部段歌词吼，每一句到尾拢是讲懊恼情何以尽？吼，但是咱把生活看这是理所当然，当然咱就有即款有感恩的感受吼。咱过来听头一节吼，头一节。上帝是神，172首。PPT 172首。咱这位来宾头一站吼，对，来。一春梅出在树叶西水，那里的天有将军有天，心花飘飘的千秋经典，天下我。因为感冒感染，他拄着医生来误诊，所以到最后就双眼失明吼。总是吼，伊把酒醒伊的心无醒伊，吼，伊心中吼，我存在是真欢喜公平的心。这个女士吼，一生写7000多首歌词吼，每一首差不多拢是欢喜的心情吼。咱来读吼第3节的歌词吼，第3节，先讲第3节。等一下哦，PPT 第3节。好，咱先来读，有几啊篇，咱来小注意一下吼。咱来读吼，来，全年的君王上帝是伊，咱要顺服伊，叫万命福气。自谓以乐意，心欢意意，常有因恩惠，常有受恩庇。我一定中，一定都欢喜，相信亲像伊，当我都允许。咱来听第3节吼。
兄弟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做伙用好感谢的心来礼拜。请咱将咱的手机来关机，也是在做叮当。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荣光，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来吟诗学乐你的名。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名。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名，请着请咱一起来吟全首。信天来做给咱的信用。
请坐。是咱三甲来交读上帝的话，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篇是诗篇16篇，启应文第4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问到地上神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献奠灰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在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主你疼痛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丰盛的慈爱，阮通入你的殿，心存敬畏，向你来敬拜。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伫阮也是罪人的时，你就先疼阮，赐落你独生圣囝主耶稣，倒正着体来到世间，为阮的罪定于十字架顶，甘愿成做牺牲的因果，让阮这不配的人变成天父你所完全的疼，用伊的血来洗清阮的罪，让阮靠主得着称义，通甲上帝得着和好，有永远活命的盼望。感谢主，你也差派圣神的保惠师甲阮同在。阮心中有主，阮就充满着迄个喜乐。无论伫阮拄着艰难困苦、忧伤软弱时，阮知影主你甲阮同在，主你要带路，因为你是阮的一环，阮的避难所，佫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啊，我一生独独倚靠你，听你，爱你，恳求主上帝。透过圣神的带领，阮中生命中日日来更新阮，阮为你甲你相结连，阮一生来服侍你，一生敬拜你，一生传扬你，一生荣耀你。天父上帝，求你的怜悯甲恩典行到土耳其到瑞亚，也求你带领各国前往救援的团队，有对你来的智慧甲体力。面对险恶的救灾环境，求主来保守因一切安全甲顺利，也求主安慰所有苦难中的心灵，让你的救恩传到这两个国家，互因的性命甲灵魂拢得到及时的拯救。为后礼拜要召开的会员特会，求主带领一切顺利完成。伫新的一年，求主引带牧师总结。会友大家和合，同心合继续向新的目标来努力，通用光你的名。亲爱的主，我的兄弟姊妹，现在为身躯病痛，艰苦中受着肉体疼痛的拖磨，也是手术了复原的过程，求主你拢甲因同在，通过医护人员甲医药帮助治疗，也有上帝你的恩典。亲人朋友会体贴照顾，求你互病痛的人身体获得勇健，心情也得到欢喜。这是阮用谦卑受教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来听做阮属灵的勉励。恳求圣神运用来开阮的耳目，来明白所听的真理。恳求主你的圣神甲智慧来
引到电牧师交款的长工，接到电牧师所要透放的信息，互阮更加毋捌上帝你的教示，并且记伫心内，并做拢照主你的旨意。阮的祈祷无完全，阮要用救主耶稣基督教示阮的祈祷讲。我的天父，我的天父，越过你吧，越去越强，越亲近你，我的心要我，向外口，就要下下我们，我做自己，为了爱的爱，每个环境平衡都是受，大家要记住。圣经旧约诗篇19篇第10到14节。圣经旧约诗篇19篇第10到14节。大卫的诗交互乐官第1节。这一篇讲起上帝的荣光，强抢保养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起日发出言语，即年对起年传出教法。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见，因的感情献伫天下，因的言语到入地狱。上帝伫因的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房。日头亲像新囝婿出伊的房，也亲像勇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伊对天的即边出，坐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物看捌，无得到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照准，会互人的心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会互人的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会互人心欢喜。耶和华的灵灵清洁，会互人目睭光明。敬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第10节，比金比侪侪好金较通金无，比蜜比芳芳比落来比较甜。叫你的萝卜对食的受警戒，守食的大赏赐。是谁会知伊的实错啊？由你拄起我暗情的过失，由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召唤，有属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你着接纳。圣经读到遮，这是圣歌队要用诗歌只有主，把咱当成偶像，献上而乐。主为主难看进步。
这是请电牧师来正道。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这个天空去上帝的阳光。大家平安。快要带咱救主、救上帝。写诗的人，伊的心境就讲救上帝，伊也用足多话来描述伊对上帝敬畏，来称呼咱主。我一倒转来到台北的诗歌，伊讲到台北的诗歌，伊要交甲官来带咱大家来用。换一句来讲，信仰一定甲咱本身的体会、看见、认捌、感受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信仰是咧普遍讲起一个道理互听。而且伫福音书的中间有出现一种人，非常的可笑。我讲的可笑是，因非常的智慧甲用心。这个人伫福音书中间，因被称作叫做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是应该受足大的尊敬。伫迄款环境中间，对受压巴比伦所倒转来，伫重建因的信仰、家庭生活的内面，上帝兴起法利赛人，因是一群人，咧用绝对的心归向日主，将一切荣光归予上帝。
因实在是咧回应，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来听主我的上帝。所以因用时间，因用逐日，因灵修、祈祷、用心，所以因也慢慢形成，才会有志一合做伙，大家三牵连。所以即阵人法利赛人，其实这是主前无几世纪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因拢是诚最受尊敬的人。所以法利赛人伫耶稣的时代，咱若读福音书，咱是一群吼，较专有甲耶稣作对的人，最近要掠耶稣的汤汤的人。毋着最后是交祭司、交彼得多耶稣受定死。毋过整个过程咧看，法利赛人诚侪将耶稣送到彼得多面前。这是一种毋知要哪去讲起的矛盾，一个用最大的心意来敬拜上帝，要专心来守摩西律法的人，最后伊甲摩西、伊甲耶稣、甲上帝、甲这个律法的根本，诚对重大的对立。今日毋是要用时间来讲法利赛人犯什么错误，是今日搁一摆来倒转来。当这个法利赛人因将律法诚做所有的做时阵，因养成一个心境，这个心境是因足期待别人拢甲伊同款，所以因常常要掠着别人做有道理的所在。有时咱读圣经到一个程度，咱诚做一个心坏人。咱有时咱守信仰的道理，以教会传承，咱会诚做一个用心，总是用心的中间，看着别人真侪错误。后礼拜要开课会，其实咱长老教会足趣味。长老教会逐年拢爱开一摆课会，每一间教会开课会，有两种足大的心情。一种心情是啥物？阮教会足紧的啦，30分、20分就煞啊，拢无话啦。佫有一种是啥物？阮的课会足精彩，开几啊点钟，重点是时间，重点真侪所在，差不多到一个程度，无亲像佫倒转来到立法院咧开会同款，台北市议会咧开会同款。啊，啥个哪有这个情景？其实我无感觉开足紧的就代表上好，无话毋是代表上好，但是佫较问题是话真多时阵，是毋是代表上好？伫遐话的世界中间，亲像法利赛人，因诚做一种是啥物？因将因所体会甲感受，迄种的好，诚做对别人真大的心寒，也是对代志有足多看法甲感受，诚做一个咱今日所讲的一个正义魔人。其实每一个人拢生命中间，因为伊的累积，拢有家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我若用一个名词来概括、来陈述了。会使讲，这个世界就是每一人拢有家己的洁癖，大家有大家的洁癖，翁有翁的洁癖，某某的洁癖，囝有囝的洁癖，中就中这的洁癖，牧师有牧师的洁癖。伫这洁癖的中间，三斗阵的时阵，你会发现一项，就是真精彩。常常伫这两项这个洁癖的中间，产生足多的矛盾。为什么耶稣伫福音书的中间，特别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足精彩的。特别耶稣守晚餐迄段记录，马太、马可、路加拢来写讲因安怎经营迄项，总是约翰记录足多耶稣讲的话。伫遐我常常感受一项，是安怎耶稣到最后，伊会将伊的话用合一甲三件，诚做甲耶稣最后的交代。为了讲起合一甲三件，耶稣用圣餐甲水骹，诚做伊甲耶稣留最后一个模样。伫伊受定十字架以前，伊用安尼来行。我想这逐日咱来思考，啊，这甲今日这首诗有啥物关系？咱搁倒转来看，这首是王的诗。这首诗的中间有一个足大的特色，伫伊的世界，无有一项讲起别人的错误；伫伊的世界，无有一项讲起对别人的评论。伊只有一项认真的面对我所看见，我甲上帝关系，然后搁一摆来体会伊信仰的世界，我怎样来经验这一切。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信上帝。教会生活，无管咱有偌久，有一项真水的所在，就是咱爱有迄个心境面对上帝，面对信仰，面对所信的，然后伫迄中间爱
咱会使体会，伫真理内面，我得到活命；伫真理内面，我得到自由；伫真理中间，我知影安怎行这条路；伫真理中间，我安怎活出这个世界。所以这是真水的所在。诗篇19篇，你若来读哦，到底一首还两首？老师，到底是一首还两首？无毋就是一首诗啊，不过你有感觉这敢若两首？第1节到第6节，这伊讲起上帝荣光，中创报容伊的所做。即日到迄日传出言语，即年到迄年传出财物，无言无语，伊的声无通听见，伊的准情遍满天下，伊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房，日头亲如神囝在出伊的房，亲如勇士来行伊的路。伊对天的这边射到天的迄边，无食面，未受温饱，无得到伊的热气。忽然间跳讲。妖怪有关照者，因为刚刚那真特别吼。第1节到第6节，然后去第7节，忽然间跳入去另外一个世界。我各位，这就是咱的信仰。今日咱来做礼拜，礼拜上要倒转去生活。到底这个礼拜甲生活有关联无？有关系无？这个礼拜甲咱的生活、咱的性命，啊，甲咱所拄着的代志，咱安怎去想象？伫托尼基甲苏利亚伊所对的地动，是要咱来讲起，毋是死偌济人的问题，是咱若伫迄中间的事。所以各位，咱今日讲，咱要为着迄个方言来甲伊支援，毋过较要紧是要咱来思考，迄个地动的事，人毋知当时会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所领受的信仰，甲倒转去有啥物牵连性？逐天看的生活。你甲看第1节到第6节，你今日来看有日头无？啊有想到遮多无？敢若无吼。敢若分讲吼，若对阮三姊来讲吼，哇出人嘞！恁可能较无迄个感觉。啊，我定来去南部，我讲哇出人，我说你是咧讲啥？对阮无共嘞。有当落个3、4礼拜、2、3礼拜吼，我今日开开讲哇出人嘞！太阳好可爱哦。今日阮就拍开门吼，蒙雾一片，总是看到樱花树骹拢是樱花瓣，落英缤纷。你讲无共款的世界，你有感觉同一个世界，其实世界来甲咱对话。初代的宣教师来台湾，中间一个宣教师叫做米干武，伊服务的世界宣教世界是中华一带中国。米干武有一句名言呐。这句名言是啥物？伊写的报告中间，伊讲台湾人，讲台湾人有一个特质，这特质是啥物？伫台湾宣告，伊讲台湾人有一个特质，是台湾人对看会着、摸会着、摕会着、食会着、感受会着、经验会着物件，因较有兴趣啊，较我着摕。台湾人佫将伫看袂着、摸袂着的形而上的物件，所以宣告中间。什么是水？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文化？即款物件对来讲，伫体会中间，你甲伊读诗篇，因较会当读到是啥物假事，叫你会当做，袂当做。但是咱去体会迄个世界，为之相当难。这是美感无输比咱台湾人的评语，毋知经过几百年啊，有变化。咱看咱的感恩。有时人讲，什么是感恩？感恩你定仔有代志，才有法度感恩。发生什么事，病去了以后，回想好吗？辛苦了。咱毋是拄着什么代志，拄着一个冲击了后，特别感受，咱就感觉真明显。但是生活中间哩，我若毋讲做回相反，骂。不能讲骂什么意思？收手，英语是收手，骂，但你要怎讲？总是安尼。这个什么款，你真的是感受不出来。其实我嘛读第1节到第6节，读煞，其实咱体文常常嘛咧读，毋过读煞，心流亲像神家赛出伊的地方。其实对巴勒斯坦遐人吼，
太阳不一定很可爱。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啊，阿拉伯人有一句，伊的俗语安怎讲？就是日头伤大才有沙漠，算不算？太阳太大了，所以才有沙漠。沙漠对你来讲就麻烦的代志。世界在跟你对话，人生在跟你对话。总是，但是谁人在写后壁？其实你若从第1节到第60节提掉，第7节到14节，足标准的信仰话嘛，对不对？足标准的啊，摇摆不缺矫正的。互人的心清醒起来，摇摆感情确定，会用帮人通达有智慧，啊，这个我们做能够体会。啊，我头前遐，谁人一个王会做2项代志？到底这是一首诗还是2首诗？当然这是一首，不过甲伊放做伙的时阵，嘛惊，这嘛讲这跟咱一单对话。我说他无要解释这首诗是啥物意思。啊，就是讲，我读这首诗，我会感受甲体会，然后用这个你家己去写。台北的诗到月关，你嘛会当写诗，到咱圣歌队去唱歌。其实，一首诗的中间，至少有3种的对话。第1节到第6节，头种的对话是啥物？对话伫咱得失之心嘛，得失之心。你有无想讲大陆王强废话力强吼？安尼逐项看，其实做一个王的承担，毋是咱所想象的担。何况伊嘛爱承担着伊的生活、伊的性命、伊的过程、伊的历史。我想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爱去承担的所在。人第一个面对是得失，得到甲失落。咱会面对水、利利，咱会面对有钱无钱，咱嘛面对有权势无权势。其实生命中间充满足侪正面甲负面的能量，在咱生命内面咧交织嘛。所以你会看去外口出去，那真侪所在，你若去拄着，迄个特别是即马土耳其，因即马拄着地震，搁拄着啥风势啊，足麻烦的啊。东条有一个诗人写一段，写一句话。后壁无人接，一直到宋朝才有一个人接了真水。迄句话是啥？李贺写过一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天若有情，天嘛会老。其实毋是老，毋是老去的老。天若有情，伊对逐项代志嘛有感受。咱人就是安尼嘛，因为咱有情，咱有感受，所以足侪物件会伫中间有足大的变化。何况即马资讯非常方便，足多的时阵，其实咱活着在很多资讯的交缠的当中，人一生中间起起落落，又忙又累。所以你看到这物件，不是无感，就是太多的感触，你免那去掠。我讲就是，若即个自然的世界，嘛像咱讲到底什么？一旦解封了后，大家看撞呢，要撞去倒？要撞来日本啊，要撞来东南亚，要撞去倒吼？恁中间有人出国过？即几工？有吼，佚佗嘛袂少吼，还看要来撞哦，闷了2、3年了，是不是？后孙嘛种猫，我种时间摆还袂出来，因为无拍算讲会遮尔紧，所以我所有工作拢摆到要甜吼，摆到10月去啊。咱10月1号，牧师娘10月以后，咱才能去。咱是要去佗啥哦？因咱种啊看足水的风景，特别咱台湾人对日本，咱拢哈日一族，敢是？即摆去看雪，下个月以后看樱花啦。不过吼，较欠的，来阮三水看就有啊。当日来回，毋免开偌济钱，塞车就好啊。三水即摆樱花足水哦，青山路那边。不用到天元宫了，太多人了。到青山路走一趟，其实你看遐水的景，安尼甲你对话，总是真侪时阵呢，咱将这个景用来做商业的表达。其实很多生命中的美好，咱若看伫个利益，甲对咱有利上机的中间，咱去做法。总是对大家王来讲，
其实伊写的真有诶，较毋是咧写迄个理论。你若甲看吼，即一对迄个发出言语，即面对面发出财法，伊是要讲起，遮个天讲起上帝应许。对伊来讲，伊看到什么？伊看到造物主创造的上帝，伊去中间。各位，对伊来讲，自然界毋是单单自然界，伫自然的中间有讲起伊背后是上帝咧运转。所以其实讲起来，第一节到第六节相当不好的导灵，它不是导灵你去看这个世界，伊是足水的，用足侪启示的话，用足侪用形而上的话来描述。所以你若无用心去体会，什么无言无语、无声空听，这个话甲你来讲，会相当的遥远。所以讲兄弟，咱台湾已经100档以上的书伫宣发。你信主嘛，是3档5档，是在互咱帮助咱，互咱家己伫平常的生活中间有更深对生命的礼赞跟体会。毋是拄着什么代志发生了，天灾地灭了，你才有较深的感触。实在讲来，读这个上班中间，对代表来讲，他听到上帝的话，虽然是无言无语、无声可听，但是他还是听到。所以才会讲一句话，讲伊的准情遍入天下，伊的言语传到地极。你知影耶稣伫新约圣经中间底下用一句话，有耳孔通听的就听。请问吼，迄阵什么人有耳孔？咱实实在在伫咧宗教，有耳孔通听就听。我为咱若来信仰人无心，其实你所听的实在是有限。好好家己有即款若无的时阵，后壁迄句对第70到14节遮尔壮观的话语吼，实在甲咱的信仰没什么攀连性，因为听无，毋是听无是无听。所以第一首诗，伊咧带咱咧讲到上帝是无言无语，毋过伊中间讲到上帝伊的尊情，他的神所，他的量带，伊通遍遮一切。所以讲，无食面困袂了，其实伊用太阳来形容，但毋是用日头嘛。所以无食面，阮嘛无得到伊的热气。话说回来，如果你若要问我讲，上帝啊，你伫倒位？哇，真正毋知要怎甲你回答。上帝啊，你伫倒位？当你讲即句话，我知影，你即摆已经陷入足大的问题。但是上帝啊，你伫倒位？无办。所以罗马人书保罗写因信称义以前伫第1章，伊伫17节到20节讲一讲，自古以来上帝本来就人拢看得到，自古以来上帝就互人看得到，总是人无一定看得到。所以讲兄姊妹，伫新春的时，咱来欣赏这首诗吧。其实代表王来讲，伊并毋是要讲起这自然界偌水，伫感触内面，伊逐工甲迄个伊未受本法的上帝，只要若受若看，遮个天拢讲起上帝。所以若到进入到第6诗时，应该是其实到后壁时，伊忽然间跳入，迄是伊世，迄是伊信仰的世界。所以讲话吼。圣经的话，毋是要摕来互人看到，哦，你看迄个人安怎，拢无照圣经的道理咧行。圣经的话对大家来讲，上帝为大家来讲，伊全一连串用重叠性的回复，其实这拢重叠啦，这是诗的特性嘛。伊写啥物？摇晃的法，造成那个，互人的心精神起来。要我的干净，要我的法度确定用工人有智慧的通达，要我的训词，要我的命令，要我的道理，要我的典章制度，其实只有讲一项，伊怎样完上帝的条例，伊怎样灵修祈祷上帝的旨。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一本圣经，但是咱每一个人读的时阵。甲你的性命有啥物通要对话？所以做王的人，伊甲伊的百姓，伊甲伊家己的心来分享伊所享受感受心。
上帝叫醒我的心。这个摇摆，互我的心情精神起来，这个诗篇13篇有相对应的所在，敢不是？摇摆，伊互我的灵魂精英，这是咱伫诗篇13篇用的方法。同时嘛，互我的灵魂会当精英。什么是精英？不要活得糊里糊涂，还是换了目睭的金，通知那些软弱人，也通好知迄条路要安怎行。其实这字吼，伫旧约圣经啊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当时阿伯拉和以撒，甲以实玛利的故事的中间，当以实玛利受赶出去的时阵，因坐伫遐想要讨死，但是上帝保因目睭去看见，遐有一口子。这个时阵，咱迄当认为无路通行，但是会互咱佫看到遐有一口子，心神佫活起来。每一工牧师读圣经的时候，牧师读圣经，毋是讲咧准备道理才读圣经，实在是较意外的是，逐工会当保持，会当通对圣经，甲你的上帝对话。最近我咧读都蛮好。咱会当受一下，有时读圣经读到会起鸡皮疙瘩，我毋知要怎形容迄个感受。我最大感受讲，哇！人我叫我讲道讲一道，我袂晓讲，感谢主袂晓讲，读就好啊。家己伫遐遐读，体会耶稣基督。你知影约翰福音的耶稣甲马太福音的耶稣是无共的。你去读出迄个无共的所在，足侪话伊伫讲到伊甲天父上帝。约翰福音伊伫讲一项，伊甲天父上帝。我说的意思是，就是你每一个读圣经的中间，你会去感受到上帝话，互你会当精神起来。上帝话，互你会当活得确定应该行的路。上帝话帮助你活得四四正正，或左或右，没有彷徨。好，兄姊妹，我做牧师就足大伊讲，恁着爱读圣经，因为恁拢大人啊，规工就讲爱食饭哦，爱啉水哦，爱上厕所哦，你有看就无聊诶。迄是我甲阮咧做我诶孙仔讲，哎，喝水喝水，我足伫后壁叫伊喝水。啊，人遮大人，阮囝足伫我后壁，爸爸喝水喝水，我嘛是真悲情，敢毋是？还是我甲阮咧40岁诶囝讲喝水，总是但是，真正咱人会当去体会迄种甲上帝迄个话诶相拄。所以对大别来讲，伊所要分享的是啥物？伊怎样克服活伫意爱读上帝话活伫诶条件？袂当否认大别甲咱同款，有血有泪，有软弱的地方。他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是吗？其实迄是有写的，无写搁较侪。但是一个人遮尔软弱的中间，伊是安怎活伫伊的生命？当伊咧讲，后边来我要读诗篇13篇。当我讲一生一世，我要踮伫耶和华的厝时，这位王，伊想的是一世人要徛伫耶和华的厝。其实徛伫耶和华的厝，毋是伫将来有一间厝，也是即摆有一间厝。伊所讲的是啥物？上帝话就是我的世界。耶和华的道理清气，耶和华的道理存到永远，耶和华的道理四四正正。特别讲耶和华的命令清气，清气是啥物？清气很难形容啦。不过呢，我来解释啥物？就是没有杂质啦。清气就是无遐人混杂的，这就是咱甲上帝中间圣性的依赖的来源，不断在让你生命，不断在让它清澈。哇，这款的世界，耶和华的清气，其实这个清气哦，我感觉上清气的所在是倒位？我感受一下，耶稣受试探。
当撒旦甲伊讲，你若是上帝囝，会当将石头变做饼，要互你要咬死，对不对？撒旦安尼讲煞，42个无食的耶稣安怎讲？人话毋是干那好食呢，好上帝所讲的话。我想伫迄个时阵，对撒旦来讲，撒旦就是要把你生命放进去一些杂质。耶稣伫上帝话中间，将那些杂质完全打开，连撒旦就惭愧。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上帝伫倒位？上帝是爱离咱无远，本就是咱的心内，伊用伊的话行着这个世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最后到第14节中间，伊互咱看见，代表家己做一个小小的整理，这首诗。伊听讲什么？伊讲上帝。伊予我一切比金比最最好金，比芳芳滴落来比我通宝贵，比金咱拢知嘛吼，比你刚上不要紧的上珍贵物件，比这个较好，而且讲真好金啊！因为迄个时代吼，炼锻炼无遐厉害，所以它的金的成分，迄个95的92的吼，毋是汽油吼，但是咱即满有法度99.9杠是。但是因就是迄个时代，是讲比个上好的金，佮比芳芳滴落来。因为伫迄个时代，蜜是什么？蜜是救命的啊！一个人若完全无元气的时阵哦，水都啉袂落，将蜜会当固伫伊的喙，第一天还可以苏醒过来。伊用这两个人形容了后，伊伫后壁，伊讲什么？伊讲第一项，伊帮助我行正确。上帝话帮助我行正确的路，这就是我反复恁见证都有真实体。将上帝话讲做死。第二项道是啥？伊互我体会人生中间最大的报酬是啥？就是我遵行上帝的旨意。第三项报答是啥？人生最大的价值，我讲做上帝的路。所以用这种行正确的路。就是多强一体，听做上帝路福，遵行伊的旨意，然后伊诚做上帝互伊最大的报酬，伊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事。所以这首诗像是代表的是，我咱家己买当来写下诗。所以你有感觉这两首诗合做一首非常巧妙的配合？是安怎一个王写诗的时候，会从诸天到太阳。然后想到耶和华的律法，那是因为大卫他有这样的感受嘛？那安尼，咱要哪去感受？所以这不是，就像读圣经，不是要听，互你看到别人的图片，咱读圣经是看到上帝的面，迄种丰富、壮阳、充满主的对待。我读完了，你们回去自己再读吧。西吼，恁等下爱读出来。不要，我建议你们不要用看的，把它朗读出来，朗读出来是很有意思的。好啊，甲读出来，才会去讲起上帝恩典。你会当用你的声，用你的声。对，我们今天的师傅很厉害，像你故意来，我真就看到少年人台语讲啊，就水，值得鼓掌，可以鼓掌吗？可以。上次来就有点惊艳，这次来更加的惊艳哦。这嘛是我相信伊从细汉就锻炼过来吼。你的爸爸妈妈值得恭贺。这样细汉才读出来，你有些读的中间，然后你跟他对话，所以各位吼，读圣经不要去读哦。我第一读的圣经吼，我来讲3项恁真要紧。其实让圣经的话对你生命好。查看记得。因为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我3口伊圣灵中认识，甲家己感到嘛无法度，足矫情将所准备甲体会当讲出来。但是只有一个心境的是，每一摆若读圣经，每一摆若感到，每一项做礼拜中间，我才有这个心甲主我较清楚。愿上帝的话伫阮的内。
互阮的心会醒起来，互阮的智慧，互阮的通达，互阮会当行入圣正的路，互阮会当满足顺从你的旨意，成做你的道路，以道过主的名。阿门。这是咱起立来临回应的诗歌，咱用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之首。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之首，来回应主的话语。至尊的主宰上帝之首，咱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服侍的当中。
来关心教会重要的消息，请来开周报。周报第一面是咱的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注意时间。下礼拜东港的事奉，请各位东港注意家己服侍的时间，各有聚会人数甲方，请咱家己来看。我来报告分会消息。第一点，疫情关系，若是伫厝静养的期间，有任何需要教会协助，请来通知教会，教会来及时帮忙。第二点，今仔感谢陈牧师今仔下早来甲咱的信息的分享。第三点，小会定于2月19号后主日固定开会，名单已经打入公报栏，请兄弟等一个礼拜煞会使家己去看，然后错误，请来按讲师来提出。第四点，下主日是联合圣餐礼拜，礼拜中要固定开会，因为礼拜的时间较久。教会有准备餐点，请兄弟踊跃出席。第5点，后主日下晡1点半要调开幼儿堂董事会，请东港有热心参加。第6点，总会来函，请为土耳其大地公奉献甲代祷，奉献的钱会交由总会宣教基金会统一募集。第7点，家长升中班要伫3月7号开始，每日礼拜二。上午9点半到12点，总共有上课12周。欢迎家长做伙来成长。要报名，请拍周报顶管的电话来按黄文乡传道来报名。第8点，主日定伫3月12日，礼拜日下晡1点要固定亲子讲座。请咱来后面的公告栏了解，并且按教会主日的校长来报名，校长来报名。教会会通统计人数，准备便当。咱继续向到后面来看。关怀代祷的部分，感谢主，黄文乡传道已经顺利来完成换肾的手术。请咱继续为着文乡传道甲伊的小弟的恢复来代祷。第2点，伫厝调养的兄弟有林澄清长老、赖建志长老。林建志、林德修、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徐建体、林李米珠，还有段有苏绵宇、胡世明、林和轩、潘永洲、姚卫熙、李希明、洪恒展弟兄的母亲，还有白许秀英，向继续关怀代祷。奉献的部分，今夜若有问到，咱请咱等一会后来。教会办公室来用财务来反映经济。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今仔咱要读的经句是诗篇19篇14节，咱做伙来读两遍。人花外照，地水外照，往外去收供，吸收成业眼睛的遮盖。人花外照，地水外照，往外去收供。新收拾第二个遮盖。好，开始，头到开始问迄个，今仔讲新的朋友，还有老师你讲要我全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可补充报告一个，就是咱下礼拜19号就要来开会员大会这。搁强调一下兄弟姊妹，咱拢爱出席参加无得到即礼拜，咱嘛接到电话咱有一位咱的长老会敲电话来邀请邀请咱兄弟姊妹搁较认真注意即件代志后礼拜咱联合会应该会真紧感谢主因为咱有做一寡调整所以咱的合会手册愈做愈大本，但是咱会真紧开合会，因为足详细报告拢伫咧顶悬所以请兄弟姊妹咱家己看家己看即个过来就是因总会有伫周间有来函即个土耳其即个地动即个消息，我相信伫民间嘛，侪咱拢伫即阵拢会听到接到所以是当然咱以咱总会伫咧遮来公告的兄弟姊妹，尽量咱就伫咱的教会内面
哦，啊，当然你若要伫外口其他的团体啊，伫遐来帮忙嘛，拢无问题吼。啊，总是主要是总会即个所在啊。敢若伫今仔日即礼拜咱牵顶尔吼，以后若阁有你若有感动啊，当然啊，就即个啊，咱的迄个教会的财务啊，伫遮来啊，即个奉献，安尼就会使你家己写啊奉献。以后啦吼，以后陆续所以今仔日吼，敢若今仔日咱教会会夹即个奉献袋啊，伫咧内面吼，请咱遮来运用啊，爱内倒吼，就遮会。以上安尼来报告吼，啊，过来就是咱啊，回乡传道吼，啊，一切拢真顺遂，感谢主吼，恢复嘛真紧，啊，开刀嘛真紧好，啊，本来是听讲是爱为早起啊，即个10点开到暗时10点，哦，真长的时间，但是差不多6点外，啊，下晡6点外开好啊，哦，所以即个恢复拢真紧，感谢主吼，啊，感谢兄弟姊妹会来倒甲关心，哦，我相信即个是咱会当欢喜的一件事。啊，搁另外，咱也爱为着啊，即个住院的遮兄弟姊妹，哦，特别咱有几位啊，伫个即个第3点关怀来倒的即个所在，咱也特别为因来祈祷，特别是咱扬州弟兄，哦，可能咱较无熟悉，但是啊，咱扬州弟兄啊，伊即摆已经算病危啊，吼，病危啊，伊的身上的迄个维持的系统拢甲摕掉啊，哦，啊，剩氧气互伊呼吸安尼。哦，为顶礼拜五开始，哦，啊，伫个即个过程，吼，身躯渐渐衰烂，哦，咱特别为因祈祷，吼，求主保守。好，以上安尼来报告。请咱来吟上面的圣诗514首，咱要散会为基主祝福。圣诗514首，咱要散会基主祝福，请你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请求、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一直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应该是可以的。